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工厂管理府的发部分条文修正，已经伫今年7月由总统公布，将伫109年1月1号实行。估计将会影响到台南超过3000间无登记的工厂。立委陈廷辉特别邀请经济部工业局、甲市府相关局处召开说明会，鼓励民众赶紧申请立管，以免被处罚。由立委陈廷辉甲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共同邀集中央甲地方官员，召开参园工厂的辅导说明会。因为出席的民众踊跃，将整个梅花里的活动中心挤甲满满。立委陈廷辉表示，因为工厂管理辅导法的部分条文已经修正公布，不过还是有真侪民众无了解，因此特别邀集经济部工业局。甲中部办公室的主任南下召开说明会，甲民众当面沟通。田园工厂辅导法是我们在立法院通过的。阮通过了时阵，有足侪咱的田园工厂拢打电话来问讲，到底因的资格有符合无？因会当安怎来纳入我们政府的管理？然后，因为咱的这个辅导办法基本上包括条例也通过了，那当然配套大概在明年当中也会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说工业局要亲自来到台南。来跟我们所有有希望把自己纳入这一个田园工厂管理的这些厂商，能够来做一个说明。你说明了的时阵，因得当准备后续的工课，因为要纳入管理，不是这简单，讲要纳入就纳入，他们还要准备一些手续，而且他们也要知道说，因到底家己的条件有符合无？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拢是符合的这个条件，嘛不是每一个工厂拢有法度纳管。过去咱有林登林登有7400间，这个法通过就一个母法在28条之内咱自头林登呢，就通直接转做特定工厂特定工厂。你袂使讲，我遮要搁加起一寡就咱林登的范围安尼。你迄阵袂赴来做林登，不要紧，咱嘛共款你来登记阮会去互你变做特定工厂了后，若你土地要继续搁往特定目的这个登记的部分，土地嘛还要往前，不然就是你在特定工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嘛表示，这届的修法主要是要解决过去农地违规使用设立工厂的部分，现在只要是属于低污染，伫咧兼顾农地甲环境保护的同时，伫施行日2天内申请立管，并且伫咧期限内完成改善，等个申请特定工厂。呼吁民众要赶紧提出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教育部推动优化技职院校实作环境计划，昆山科技大学通过竞选，得到教育部补助4500万，建置车用零组件生产自动化工厂。9号正式启用，要来培养更加多产业的人才。教育部为带动整体经济动能。因应国内外新产业、科技甲精尖建设所需要的技职人才，推动优化技职院校的实作环境计划。昆山科技大学再次得到教育部4500万的补助，建置车用零组件生产自动化的类产业环境工厂。9号正式启用，具有真悬的客制化生产制程，会用满足车用零组件多样性的产品研发加次量产。我们这一次提出这个工厂，主要提到就是所谓的生产的一个自动化。好，那我们就是要培育我们的老师团队，还有我们的学生团队，就是一个自动化的那个服务团队。所谓自动化服务团队，就是我们可以来协助台湾的企业来建制这种自动化的工厂。好，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培育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这个车灯模组，因为现在业界还都是属于用
一般的这种零件，那我们是采用 SMD 的零件，那建制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程。那目前我们这一套算是在业界有一些机台业界其实已经有在用，但是让整个流程自动化这一套流程倒是我们本校是算是比较领先的。昆山科大绿产业环境工厂对厂厝的输送、入料、收料到滤纸板的定位、切片到打片，拢是全自动化。结合大台南的车用零组件的产业聚落，未来将成为台湾培育产业智慧化技术人才的上好基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南国小冷血网球队伫今年4月初拿下全国青年杯的冠军，有机会进军日本拼世界冠军。不过因为一位队员出国比赛，就要5万块的费用，学校根本无法度负担。后来经过议员林美燕4个募款，不止达成目标，甚至还有存钱，要来成立球队的活动教育基金，继续栽培人才。新南国小两小网球队成立已经有30档的历史，每一档拢有真好的成绩。今年4月初，拄得到全国青年杯冠军，取得国家代表权。8月14号将前往日本比赛。现在每一天拢积极来做训，希望争取上冠公赢。没有暑假，然后每天8点半起床练习。拿到冠军会不会很开心？会。要出国比赛了，怎么样？感觉有点紧张。对。然后希望怎么样？希望拿冠军回来。不过有机会出国比赛，学校却开始烦恼学生的旅费也欠30万。对此，议员林美燕知影以后，开始向各大工商企业募款，包括新南校友蔡振宇董事长、安平开大体育奖、幼稚教育发展协会各单位拢大力赞助。想要到一天就达成目标，甚至后来也有侪个团体拢表达要个捐献来支持体育教育，栽培后一代。对此，校方将申请活动教育基金，让球队永续发展。那真的非常高兴，我们企业有很多热衷运动的，而且对教育这里面，他们希望能够培训一个就是软的种子，好软的种子，所以他们共襄盛举，就是把这些不足的30万的预算经费就全部都到位。那当然在共襄盛举的过程，抛砖引玉的过程中，有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就陆续就一直在做这个捐赠啦。那这个部分的情况之下，超越我们原来的就是30万的预算啦哈。那当然非常感谢来自各地的爱心。那这个基金就可以长期的来挹注我们学生，不管是参加社团或是球队的比赛，一个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那学生尽情的去发展他的各方面的一个长才哈。那学校就尽力来协助学生来圆梦，那让学生都有可以一展他长才的一个机会。新南国小出国比赛得冠军。所有网球队的队员早伫这份爱鼓励，都来完成出国比赛梦想，嘛将展现因最佳实力，去拼冠军回来。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面对中国自由行的旅客将会大量减少，作为观光胜地台南，市府也严肃看待。除了持续推出各种的观光活动，市长黄伟哲也强调，将会争取东南亚的旅客。另外，有在地外语业者主动提供免费的课程，希望会当帮助台南的观光产业。台南市是台湾发展上早的城市之一，有真侪古迹加美食，加上政府一直规划新的景点，所以嘛是真侪国家自由行旅客最爱。即摆中国祭出限制自由行，台南市政府预计减少7万的观光人口，平均一天减少170个游客。市长黄伟哲面对这款状况，伊强调将会积极争取东南亚游客，同时日本嘛是争取的目标之一。自由行一年大概6、7万人，比较多。那以6万人来计的话，半年大概3万人，3万人半年6个月，1个月大概5000人，5000人的话，这个1个月5000人，一天平均在170人，所以我们每天
大概就是有170个人的自由行中国大陆观光客的缺口。这个部分我们会用更多的方式来吸引国际观光客来这个填补。那目前为止，在台南来讲，泰国观光客成长蛮多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会除了在新南向国家、东南亚、泰国、越南，我们都会积极的拓展。那日本观光客的话，我们台南跟日本大阪有直航。那许多过去大家只重视在东京、关东地区，我们现在在关西地区也会积极扎根，来拓展日本观光客。除了市府积极争取国外观光客以外，台南在地补习班业者嘛主动协助台南观光相关的产业，提供免费的英语加日语课程，让店家面对国外观光客会当更加轻松。这个课程我们会针对说我们观光中的一个职业类别。那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开设主题式的课程。那因应到说我们观光业者可能蛮多地方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为了要弹性授课，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会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用线上、用平板跟用手机就能够让老师真人互动上课，那也可以方便我们业者来做提问。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效而且快速让我们的观光业者在面对到欧美客户跟日韩客户，他不再惧怕。面对中国观光客无来，台南在地业者表示加减会有影响，但是嘛以平常心来看待，不管是倒一个人客，拢会用心来接待，希望互伊看见台湾的好。同时针对中国的打压，交通部观光局嘛规划补助国内旅游来减少冲击。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百货业者看准民众对韩国商品接受度真高，所以特别规划展览，让民众唔免出国，就当买到韩国的美食甲伴手礼，而且结合济济好康，阁有机会抽到韩国来回机票。每一当选定中秋这个时节，百货业者拢会引进韩国上特色的美食商品，甲民众接受到相关的产品。不管是出名的零衫，现场传出芳公公的零衫街，或者是专工经6档红衫的旁边，由政府挂保证的拢有。另外，油仔茶甲金桔牛奶等饮料嘛，拢是买气真旺。业者表示，今年个首次引进多用途的鼎、化妆、清洁用品以及女性朋友上喜意的装饰品等等，每一项拢有好康优惠。第一天就吸引济济民众来选买。其实韩国的东西，它本身有时候口味可能稍微偏辣一点，但是其实它有时候东西包含它的口味，其实有些东西都还蛮特别的。那我们刚好这个时候，他们也是一些韩国的一些产品比较。那个时间点比较 OK， 所以说它的产品的多元化会比较足够。业者强调嘛，因为一档举办一摆韩国商品展，除了商品多元、种类丰富，消费满额也可以当抽韩国来回机票。欢迎民众好康到小报8到8月19号进前，前来感受韩流的吸引力。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精英管献甲协会甲中信金融学院共同举办的2019管献甲夏令营，今年总共有80位高中小学生参加。除了有管献甲的合奏练习，佮安排 ICRT 英语广播以及高尔夫甲独木舟的体验，课程非常丰富。2019管献甲夏令营8月9号伫中信金融学院登场，1连3天的课程。
让参加小朋友透过小队制度进行分组练习管弦乐合奏，以及高尔夫、甲独木舟等户外活动。同时嘛安排参观 ICRT 英语广播电台，希望透过正向的活动，让参加学员发挥自发互动良好的12档国教学生素养。这次我们参加的都是来自我们府城大台南的国高中甚至小学生，总共有79位的爱好音乐的小学子，那一起来参加3天的课程。那我们课程内容多元有趣，包括有结合中信金融的 ICRT 课程，还有那个高尔夫球，甚至于还有独木舟的一个体验教学。那当然最重要的重点是由我们乐团的指挥全俊文老师，还有李坤展老师所亲自的指导。然后我们会在第3天8月11号，那也会在我们中信金融的国际会议厅会来举行成果发表会。夏令营8月11号将会举办音乐成果发表会，节目中有80位参与夏令营活动的学员做伙合奏展现3天内的学习成果。同港阁会邀请偏锋小学、北寮高小17位低年级学生演奏，为活动各归事务。主办单位嘛欢迎各界踊跃前往，或者的小小音乐家大大的鼓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舞蹈家于能胜回国之后所发表的创作当中，柴可夫斯基一直拢有真重要的地位。这届关于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就将创作的音乐转化为舞蹈，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芭蕾舞蹈家于能胜上新的舞蹈创作，关于柴可夫斯基，8月10号、11号2天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演出，随后就要展开一连串巡演，前往高雄、台中、新竹县、台北市，希望让全国的观众感受到芭蕾舞蹈加柴可夫斯基的艺术之水。这一次我跟那个指挥艺术总监常荣江，我们2个选了2个曲子。选了回冷翠的回忆跟4号交响曲，2个都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那回冷翠的回忆是柴可夫斯基在比较晚期的作品，所以而且它非常特别，它是一个6重奏，是2把小提琴、2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不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4重奏。那他写这一个曲子也很特别的是，他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曲子。他甚至写信告诉梅克夫人说：“我把这个曲子送给你，我没有花很多的精神与力气，我就完成，但是我充满了热情，很愉快的心情。所以这个曲子可能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里面，可能是那么很少1%不悲伤的曲子，它很活泼，很愉快。”于能胜老师以30多档专业剧场的经验以及国际艺术视野，为台湾制作的芭蕾表演艺术朝向职业水准发展而努力。除了让在地优秀舞蹈表演人才有了发挥的舞台，更期待培育会当骑上国际舞台的舞者，让台湾芭蕾舞蹈发展的经济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侪云阵雨，或者是雨好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8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